今年6月，西藏文献与图书馆出版前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刘汉成巨著《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文版。这本花费10年时间钻研中国官方权威史料，印证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书籍，由藏人作家、记者和研究员桑杰加先生翻译。桑杰加先生曾在藏人行政中央新闻与外交部担任记者、总编等职位14余年。2015年开始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担任研究员一职。此外，桑杰加先生也曾出版过自己的文集《天葬台》，以及合著作品《凡尘乱世》等多个作品。在这一期的诺维西藏之声华语访谈节目中，我们将与桑杰加先生一起细谈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之书的翻译过程以及它的重要性。上月呢，西藏图书馆出版由你翻译的刘汉成巨著《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分享当初翻译这本书的意义为何呢？是这本书呢，从他的研究的成果来看，就是一个非常新的研究成果。他对那个中国的权威的资料进行一个彻底的研究。那从整个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个西藏跟中国的关系，从他的刘汉成先生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全面的对明朝和清朝跟西藏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关系研究的非常的详细，基本上可以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研究过，所以这本书对于西藏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西藏的很多历史资料里面没有记载的东西都在中国的历史文献里面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对西藏的历史的历史资料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料，所以呢，我就进行了翻译。对，好，谢谢。那您在当时翻译这本非常厚重的书籍的时候呢，有什么遇到困难吗？起初在翻译工作进程，或是说你在翻译过程中呢，哪些内容会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对啊，因为这资料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是明朝，它的整个资料的时端跨越明朝、清朝，然后到民国时代，然后到1949年以后，所以它基本上跨越了四个可以说是四个朝代，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对文献记载里面的很多名词或者说很多专业词都非常不同，而且也不是很统一的，所以再加上它的很多原始的资料都是文言文，所以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那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去了解，首先自己了解这个内容，然后再去翻译，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之前曾经有藏文翻译，其实明朝到清朝的资料只有这一部分很小的部分有人翻译，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参考找到一些参考资料，很多内容要自己要翻译，也应该是首次翻译，对。书中有哪些内容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其实整个这本书的意义是非常深刻，它解决了西藏跟中国的很多问题，而且它指出了记录了中共怎样去篡改历史，然后去创造历史，然后去怎样歪曲的阐述历史，它不仅是去那个怎么说呢？歪曲它历史，而是它是在篡改中国的原始资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对于很多藏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对中文历史资料文献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怎么说呢？敞开了一扇窗户的感觉。它从整个历史文献的介绍和应用里面，你会学到很多知识，去怎么去
看待中国的历史文献，哪些才是真正的权威的文献，哪些才是最权威的文献，然后哪些才是最标准的文献。所以，当你了解到最权威的历史资料的时候，那你可以知道怎样去运用历史资料，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中共是怎样篡改历史事实的情况。所以这些内容其实整个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意义，而且整个是一个学习新知识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窗户，我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对，那您觉得这本书对华人读者和藏人读者的区别意义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就像刘汉珍先生之前我们交流中谈到的一样，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了解这真正的西藏和中国的历史关系，在历史上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他只是想研究，向大家怎么说呢？向大家公开这个历史事实是什么情况，在历史上中国的文献是怎样记载有关西藏和中国的关系，所以当然这个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可以了解到很多真实的东西，因为49年以后中国政府篡改历史，那很多中国人就像刘汉珍小时候一样，所学习的历史呢，不是真实的历史，是中国政府进行篡改，然后创作的历史。所以呢，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有关中国文献所记载的西藏和中国的关系的历史，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那对于西藏的读者来说，他可以了解就中国文献里面怎么记载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而且在西藏历史文献里面没有记载或者说空白的地方可以去填补，然后呢，这就是一个补充西藏历史文献里面的没有记载的东西，所以它对整个西藏编纂西藏历史来说呢，它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呢，中国读者中国华人读者和那个西藏读者，他各有所求，而且他可以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但是最终的统一的或者说它一致的就是一个历史事实会呈现在眼前。对。好，谢谢。那您认为在当今的社会中呢，藏人在研究和整理西藏历史方面的成就为何？与刚你所翻译的这本书籍相比的话，您的评论是又如何呢？对啊，因为西藏政府的很多官方的资料都被中共怎么说，在中共政府控制，所以你们没办法看到当时西藏政府的很多官方的文献资料。所以呢，在西藏编纂近代历史或者说在满清时段的历史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空白，它历史资料比较缺陷。那现在有这本刘汉珍的这本书，他去补充很多西藏历史文献资料里面缺陷的地方。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这本刘汉珍的刘汉珍先生的这本书呢，那他解决了西藏历史文献所没有解决或者没有阐述明白的东西，比如说驻藏大臣它的本质、它的功能，它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这在西藏资料里面是缺少的地方。那在刘汉珍先生他用中文的资料最后解释所谓的驻藏大臣或者说是安邦他说这就是一个满清政府的大事住在中国，并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去统治西藏的官员，还有很多历史上的问题，西藏资料或者西藏文献里面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呢，像在刘汉珍这本书里面，他得到解决，比如说黎凡元是什么单位，他是不是真的去统治或者是控制西藏之类问题，所以呢，历史它毕竟它进行要研究新的成果去补充它的
的内容。所以呢，刘汉成先生的这本书可以在很多方面可以去补充西藏历史里面没有的资料，或者说缺陷的或者空白的地方，可以去补充。对。好好，谢谢。那在解决西藏困顿方面呢，辽昂政府和民间都比较重视透过藏汉交流。那您自己也在去年获得汉藏民间交流奖，对不对？那我想请问，您觉得双方在交流的现状为何？那对未来的交流过程以及交流方式有什么建议呢？对，现在，从整个藏汉交流，从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已经需要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之前只是介绍西藏问题是什么，然后呢，让更多的华人了解流亡社会、流亡政府的观点、达赖喇嘛的观点。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已经发展到可以说是到了顶峰，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很多真正的关心西藏中国问题的人，可以说可以了解到真相。那现在我觉得，汉藏交流应该跨越一个更高的层次。那跨越这个更高的层次的话，就像刘汉成先生的这样的书，真相、历史真相、事实是记录出来，然后是去揭露中国政府是怎样篡改历史，然后怎样创作历史，这些东西说清楚以后呢，很多华人让更多的华人去了解事实真相，然后可以进行解决藏中问题的，可以去讨论怎么解决藏中问题。我觉得这是应该跨越一个更新的一个层次。所以呢，汉藏交流现在它应该发展到第二阶段，然后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去思考、去讨论怎么解决西藏问题。之前呢只是介绍西藏问题这个阶段，然后它需要跨越这个第二阶段，然后呢，这个阶段需要很多像刘汉成先生这样的研究者、学者和理论家的支持和去参与。它已经是一个高层次的阶段，所以有很多知识分子经营，或者说怎么说呢，高层或者说更高层的知识经营进行讨论和进行研究，解决藏中问题，所以这需要很多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专家需要参与进来。好，谢谢桑吉佳先生。以上就是我们对你的采访，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谢谢。